如果過唔到工，又覺得租樓貴，點解唔去買居屋呢？聽到呢句說話，你第一時間係咪以為自己聽錯咗，定係以為我講緊法國大革命時期瑪麗皇后嗰句名言何不食肉糜？但係好遺憾，呢句說話唔係幾百年前嘅歷史故事，而係確確實實發生喺我哋呢個城市，出自某啲身居高位嘅官員口中嘅說話。當我第一次聽到呢個講法嘅時候，我個腦海入面真係浮現咗無數個黑人問號。我哋依家身處嘅年代係一個咩年代？係一個連打開手機睇下社交平台都會被一股濃烈嘅無力感同絕望感包圍嘅年代。如果你最近有玩 Threads 呢個 app， 你一定會留意到一個令人非常心酸嘅現象，就係上面湧現咗海量嘅失業日記。以前啲人上網打卡係晒美食、晒去旅行、晒名牌，但係依家啲後生仔上 Threads 係喺度倒數緊自己失業咗第幾日。由失業第一日充滿希望執靚份 CV， 到失業第10日 send 咗幾十份都冇回音，再到失業第30日開始懷疑人生，連幾千蚊嘅兼職都去見。甚至有人已經寫到失業第100日已經窮到日日食2人飯，連出街見朋友都唔敢。呢啲唔係單一事件，而係成千上萬個20幾30歲嘅香港年輕人，甚至係30、40歲原本以為自己事業有成嘅中層管理人員，每日都喺度經歷緊嘅真實痛楚。呢種集體嘅焦慮同彷徨，令到好多人開始將依家嘅情況同2003年嘅沙士時期做比較。有人甚至話依家嘅失業潮隨時仲衰過2003年。要比較依家同2003年，我哋首先要回顧反當年發生咩事。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當時嘅經濟係受到一個極度突發外來嘅公共衛生危機重擊，百業蕭條，街上無人，淘大花園變成疫區，好多餐廳同鋪頭喺一夜之間執笠。當年嘅失業率確實飆升到歷史高位，超過8%。但係沙士帶來嘅痛楚係一種短痛。當時大家個心入面都有一種信念，只要疫情一過，只要到解藥或者等病毒自然消退，經濟就會反彈，遊客會返嚟，鋪頭會重開，打工仔就會有返工做。事實上，當年疫情受控之後，加上個人遊政策推出，香港經濟的確迎來咗一個強烈嘅 V 型反彈。好多當年低位入市或者咬緊牙關捱過難關嘅人，之後都迎來咗黃金10年。但係我哋睇返今日2026年嘅香港，依家我哋面對嘅唔係一個突發嘅病毒，而係一場深不見底、結構性嘅經濟同職場萎縮。呢種萎縮係一種長痛，甚至係一種溫水煮青蛙嘅慢性衰退。依家嘅失業問題唔係因為街上無人行咁簡單，而係成個產業結構、資金流向以至勞動力市場嘅根本性改變。好多人喺 Threads 上面分享，話自己明明有大學學位，甚至有幾年大公司嘅工作經驗，但係依家出到去份 CV 好似掉咗落鹹水海咁，連一個面試嘅機會都冇。點解會咁？呢個就不得不提近年被外界認為係打爛本地人飯碗嘅最大元兇之一，各類嘅輸入人才同外勞計劃。政府為咗補充因為移民潮而流失嘅勞動力，推出咗多項被形容為開大門嘅搶人才政策，當中最矚目嘅肯定係高才通同埋各個行業嘅輸入外勞計劃。政府嘅原意聽落去好宏大，話要保持香港嘅競爭力，填補空缺，但係落到實處，對本地打工仔嘅衝擊有幾大？我哋逐個層面去拆解下。首先講下白領同專業人士，政府大肆宣傳有幾多萬個高才專才落嚟香港，呢批人帶住高學歷，甚至係願意接受比香港本地人更低嘅人工。對於好多老闆同 HR 嚟講，如果同一個位，一個28歲嘅香港本地打學位畢業生要求25,000蚊人工，而一個透過人才計劃落嚟，有內地頂尖大學背景嘅人，願意收18,000蚊，甚至更少。你估下老闆會點揀？係經濟唔好，間公司都嗌緊要 cut budget， 要開源節流嘅時候，平價嘅替代勞動力就成為咗最直接嘅選擇。結果就係大批本地嘅中層管理人員，或者係啱啱做咗幾年嘢，準備搏上位嘅年輕人，發現自己嘅生存空間被嚴重擠壓。公司裁員嘅時候，最先開刀嘅往往係人工較高嘅本地員工，轉頭就用更低嘅成本，透過各類計劃請返人填補。呢種換血式嘅操作，令到好多30、40歲上有高堂下有妻兒要養嘅夾心階層，突然之間面臨失業，而且係一種走唔返原本薪酬水平嘅失業。再講下基層同藍領，輸入外勞計劃依家已經擴展到建造業、運輸業，甚至係零售同飲食業。以前香港嘅基層打工仔雖然辛苦，但係只要肯做，總會有一份工，人工都仲可以維持基本生活，甚至靠住 OT 多勞多得。但係依家大量外勞湧入，直接將基層工資嘅叫價能力壓到落谷底。
小巴司機、地盤工人、餐廳侍應，處處都見到外勞嘅身影。有啲地盤工友喺網上大吐苦水，話依家連開工不足都唔係最慘，最慘係根本無工開，因為判頭已經成批咁用晒外勞。飲食業更加唔好提，本身本地嘅餐飲零售已經受到北上消費嘅強烈打擊，生意大跌，老闆要縮減人手，剩低嘅位就用外勞去頂。本地嘅基層勞工，特別係嗰啲40-50歲轉行有困難嘅打工仔，佢哋嘅處境簡直係雪上加霜。呢種雙重打擊，即係高層次嘅專業職位被高才攤薄，基層職位又被外勞佔據，就正正係點解今日嘅香港職場會出現嚴重萎縮嘅原因。成個勞動市場嘅結構被外力強行扭曲，本地人嘅就業保障蕩然無存。而更令人心寒嘅係，當呢啲問題已經喺社會各個角落浮現，當 Threads 上面每晚都有無數個後生仔因為對前途絕望而失眠嘅時候，我哋嘅官員竟然可以喺冷氣房入面輕鬆地吐出一句：毫唔到工，點解唔去買居屋呢？呢句說話之所以引起公憤，唔單止係因為佢極度離地，更因為佢完全踐踏咗年輕人嘅尊嚴同埋常識。我哋嚟同呢位高官計一計條數。買居屋就算係綠表或者白表，都唔係買棵菜咁簡單。就算樓市跌咗一個市區少少或者交通方便少少嘅居屋單位，動輒都要幾百萬。一個20幾歲嘅後生仔，剛剛畢業幾年，經歷住人工停滯甚至失業，首期喺邊度嚟？就算俾你死慳死抵，或者靠父母棺材本湊夠1成首期，幾十萬攞咗出嚟，咁供樓呢？你失業草，你無入息證明，邊間銀行會批按揭俾你？就算有擔保，每個月成萬幾2萬蚊嘅供款，對於一個連下個月飯錢都唔知喺邊度嚟嘅失業青年嚟講，簡直係天方夜譚。高官呢句說話背後嘅邏輯，反映咗一種極度危險嘅精英主義同埋同理心嘅缺失。喺佢哋眼中，可能覺得社會上嘅資源仲係好豐富，買樓只不過係想與不想嘅問題，而完全睇唔到。對於依家嘅年輕一代嚟講，連生存本身已經耗盡咗佢哋所有嘅力氣。當一個年輕人由細到大被教導要勤力讀書，考好 DSE， 入大學，出嚟份好工，佢跟足晒呢個遊戲規則去玩。點知畢咗業出嚟，發現個世界已經變咗，經濟下行，行業萎縮，加上外來競爭者用不對等嘅條件去搶飯碗，佢哋每日 send 幾十份 CV， 換嚟嘅只有 HR 冷冰冰嘅自動回覆，或者係要求佢哋接受一份底薪得12,000蚊，無福利，仲要一個人做3個人嘢嘅所謂機會。喺呢種身心俱疲嘅狀態下，你竟然叫佢去買樓，呢種感覺就好似一個已經浸緊水，快要沒頂嘅人。你唔係調個水鋪俾佢，而係喺岸邊大叫：你點解唔買隻遊艇爬上去啊？呢種冷血同荒謬，先至係最令香港人感到心死嘅地方。我哋再深入剖析下，點解依家嘅職場萎縮會比2003年更加令人絕望。2003年嘅時候，香港仲係一個處於上升期嘅城市，國際大都會嘅地位穩固，外資依然將香港視為進入內地市場嘅最重要跳板。當時嘅各行各業雖然短暫受挫，但底氣仲喺度。但係今日呢，外資撤出，跨國企業將亞太區總部搬去新加坡或者其他地方，已經唔係咩秘密，而係每個月都喺新聞見到嘅事實。中環嘅甲級寫字樓空置率屢創新高，以往最風光嘅金融業、投行，以前年年出幾個月 bonus， 依家係一 team 人咁裁減。當呢啲最能創造高增值、高收入嘅行業都喺度萎縮，成個經濟嘅火車頭就失去咗動力。另一方面，隨住科技發展 ，AI 人工智能嘅普及，好多原本需要人力去做嘅文職、初級設計、數據分析等等嘅職位，依家已經可以被計算機輕易取代。老闆發現，與其請一個2萬蚊嘅文員，不如每個月俾幾百蚊美金買個 AI 軟件。呢種科技帶來嘅結構性失業同人才輸入計劃疊加埋一齊，形成咗一個完美風暴 （perfect storm）。而令到成件事雪上加霜嘅係消費模式嘅徹底改變。以前香港人失業，可能仲可以諗住搞下小生意，開間 IG shop， 或者喺商場租個細鋪賣下嘢。但係依家每個週末幾十萬人北上深圳消費，或者留喺屋企淘寶。本地嘅零售同飲食業面臨前所未有嘅寒冬，大集團都要結業，更何況係小本經營嘅創業者。當打工無出路，創業又係死路一條嘅時候，年輕人可以走嘅路仲有幾多？喺 Threads 上面，我見過一個令我印象好深刻嘅 post， 一個26歲嘅女仔，讀傳理系畢業，本來喺一間本地媒體做咗3年記者，點知公司因為經營困難大裁員，佢無奈失業。佢一開始好樂觀，覺得自己有經驗，
轉行做 PR 或者 marketing 應該唔難。結果佢拒咗半年 ，send 咗超過200份 CV， 只係得過3次面試機會。其中一次面試，對方 HR 直接同佢講：我哋依家請個內地嚟嘅專才，佢懂小紅書運營，人工仲平過你。你除咗廣東話講得好啲，有咩優勢？呢個女仔喺個 post 度寫住：原來我喺我自己成長嘅城市入面，已經變成咗一個無競爭力嘅冗員。呢句說話睇到我眼淚都爭啲飆出嚟。呢種被時代遺棄、被政策邊緣化嘅痛楚，絕對唔係冷氣房入面嘅高官可以理解嘅。好多人話香港人有一種獅子山精神，遇到困難就會變通，就會捱過去。的確，上一代香港人係經歷過好多風浪，但我哋要明白，上一代嘅獅子山精神係建立喺一個只要努力就會有回報嘅大環境之下。60、70年代甚至80、90年代嘅香港，遍地黃金，只要你肯做，雖然辛苦，但係你買得起樓，你睇得見未來。但係今日嘅獅子山下，遊戲規則已經完全改變，努力已經唔再同回報掛鈎。當一個社會嘅階級流動性完全停滯，當年輕人發現無論自己幾咁拼命，都追唔上樓價，甚至連保住一份安穩嘅工作都成問題嘅時候，你仲點樣要求佢哋去發揮所謂嘅獅子山精神？於是乎，我哋見到嘅係越來越多嘅年輕人選擇躺平，唔係佢哋天生懶惰，而係呢個社會嘅現實話俾佢哋知，企起身跑同瞓喺度唔喐，結果都係一樣會被人踐踏。咁點解仲要浪費氣力去跑？政府成日強調要留人才、搶人才，但係究竟有冇諗過，真正撐起呢個城市根基嘅係一班土生土長、對呢片土地有感情嘅本地人？當政策將天平嚴重傾斜，向外來勞動力，當施政完全脫離本地基層同中產嘅實際苦況，呢個城市嘅靈魂仲剩返啲咩？一個城市嘅活力唔係靠一堆冷冰冰嘅經濟數字或者幾多萬個獲批嘅簽證堆砌出嚟，而係取決於住喺度嘅人對未來有冇希望。當大量嘅香港年輕人日日喺 Threads 上面互相取暖，分享失業嘅絕望，當高官竟然用何不買居屋呢種態度去回應市民嘅困境，我哋真係要好好反思，香港究竟病咗喺邊度？有時候我會諗，如果當年2003年嘅沙士係一場急病，要用猛藥去醫，咁依家2026年嘅失業潮同職場萎縮就係一場慢性嘅癌症，癌細胞正在慢慢吞噬緊呢個城市嘅中產階層同埋年輕一代嘅未來。外勞政策同高才通本來可能係想當做補品去幫個社會補血，點知補藥食錯咗，反而加速咗體內原有健康細胞嘅死亡。面對咁樣嘅困境，作為一個普通嘅打工仔或者一個正在迷惘中嘅年輕人，我哋可以點做？坦白講，我冇一個萬靈丹可以俾到大家，我唔會好似啲官員咁離地，叫你去買居屋或者叫你去大灣區創業，因為我知道每個人嘅處境同困難都唔同。但係我想同所有喺 Threads 上面寫緊失業日記或者每晚因為前途而焦慮到失眠嘅朋友講，你哋唔係孤單嘅，錯嘅唔係你哋，唔好將所有嘅責任都攬晒上自己身。呢個大環境嘅敗壞、結構性嘅傾斜，唔係你一個人嘅努力可以改變。喺呢個艱難嘅時刻，最重要嘅係保住自己嘅身心健康。失業唔代表你無價值，只係呢個扭曲嘅市場暫時冇俾到一個合適嘅位置你。如果真係好吃力，唔好介意去尋求幫助，唔好介意放低身段去做一啲以前可能唔會考慮嘅工作，當係一個過渡。同時，我哋要繼續保持清醒，繼續為不公義嘅事情發聲。就算我哋改變唔到政策，至少我哋要令到社會知道，香港人嘅痛楚係真實存在嘅，唔容許被嗰啲荒謬嘅言論輕輕帶過。今日同大家傾咗咁多，其實心情都好沉重。由 Threads 上面嘅失業日記講到輸入計劃嘅影響，再講到官員嘅離地言論，每一環都反映緊香港當下嘅困局。如果你都正在經歷緊工嘅困難，或者對依家嘅職場環境有啲咩切身嘅體會，我好希望你可以喺下面留言，同大家分享下你嘅故事。我哋未必可以即刻解決問題，但係至少喺呢度，我哋可以互相聆聽，互相支持。記住，無論環境幾惡劣，都要好好照顧自己，捱得過，或者前面會有另一片風景。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大家保重。